上过半日哈，对你到台北来生活来改变啦，饮习惯会改善，你着吼是当样办去。虽然到台北时下，唔会像转种下啦。台北人就话睇下教级吼，睇下安上过班参加了后吼，睇下是一线起啊。俺就安样遇到应该去，俺就话吼，俺甲感觉唔袂滴吼，开始哈实在当袂上下。你下把关系日日系摸去就好，佢天日就打电话了，摸是一转就打电话了。阿兵哦，那个做嘛，叫俺创部做嘛，我来上课啊哇。哦，你在讲这理由为他哈，哦，俺创部做嘛东西做嘛，当关系啊，冇法度嘅。哦，安样系啊，是安啦，感觉当好安，真紧当好啊感觉，还是安样因唱咯，你下几十年了。因为特别是特别热，又讲到是讲家习惯客家人，因为any客家文化也个三个民谣属于重要一部分啦。你客家话嘛系啊，所以讲你借了机会，后来发扬的那个客家文化，使得那个客家文化能够有点动面，我们呢是先有点动面，让全面的推广。所以到底下已经10年内啊，也台北人士已经有30人只民谣班。还是也有3名民谣班开始来调动，喺3名民谣班出去遇到做班长啊，还有分出去做挺多为班长来培养人才。天台竹中叶，茫茫竹中叶。特别感谢会长新闻局感谢。好，现在我开，对，来，我来。点没成的嘞？啊，他的榴莲港先生，榴莲港先生。喂，
文化交流啊，俺哋多多嚟期盼嗬，幫俺哋北部朋友呢，得到非常多啊，認識，得到非常多敬佩嗬，使得俺哋北部啊，鄉親呢，亦有幸福啊，亦有幸福嗬。